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彩券做公益，大家第2539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先来看咱拜二分享的学中医23、27，顺利开出27个。恭喜有对到的朋友！今仔日是3月26，拜三，有几套版路要分享予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拖白的学中医。咱对11月12开始，一切的第3期，同一期的第1期甲第5期，0528下5期开学中医，1、2、3、4、5开05个。11月14，一切的第3期，同期的第1期甲第5期0530下5期1、2、3、4、5开3个。1月23，一切的第3期，同期的第1期甲第5期0435下5期1、2、3、4、5开35个。2月20，一切的第3期，同期的第1期甲第5期0327下5期1、2、3、4、50327双开。3月20，一切的第3期，同期的第1期甲第5期0232一切的下5期1、2、3、4、5，这就是3月26拜三要用的02、32学中医，予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嘛是学中医，咱对12月13开始，09的第2期顶5期1、2、3、4、5，顶5期的第1期6尾加8。4尾用2、4、3、4，09的下4期1、2、3、4开2、4个。12月20，09的第2期顶5期1、2、3、4、5，第1期的尾数3尾加8 1尾用2、1、3、1。09的下4期1、2、3、4开2、1个。
1月初4，控9的第2期顶5期1、2、3、4、5。第1期的尾數3尾加81尾，用2、1、3、1。控9的第4期1、2、3、4，開第1個。1月24，控9的第2期頂5期1、2、3、4、5。第1期的尾數7尾加8 5尾，用2、5、3、5。控9的第4期1、2、3、4，開3、5個。3月初3，控9的第2期頂5期1、2、3、4、5。第1期的尾數5尾加8 3尾，用2、3、3、3。控9的第4期1、2、3、4，開3、3個。3月21，控9的第2期頂5期1、2、3、4、5。第1期的尾數8尾加8 6尾，用2、6、3、6。控9的第4期1、2、3、4。這就是3月26拜3要用的。26、36、2種1，給各位朋友做參考。這版是高期，咱對3月11開始，3期一屆1、2、3，吼，固定3期一屆。伊這就是行樓梯階梯版的高期，吼，每屆固定減4，我寫佇遮吼，31減4 27，下一期開27個。19減4 15，下一期開15個。15減4 11，下一期11。09減4 05，下一期05。04減4 00， 539無00，所以咱用39。這就是3月26拜3要用的39高期。給各位朋友做參考。以上這幾套版咯，給各位朋友下擺做參考。愛記看煞，愛甲大吉大利有三九，按讚、分享、訂閱，並開啟小鈴鐺。感謝支持，祝大家順利中獎。再會。